嘉义县政府配合公共电视，按上要伫咧嘉义县举办14场的校园交通安全宣导活动。10月初7采起呢，头一场宣导活动，就是由这公司自动节目水果阿嬷的大仙翁来到这个铺子的大同国小，甲300多位囡仔做伙来跳舞，学习安全的交通观念。大考的300多名囡仔对着舞台顶的翁仔来做伙跳舞。嘉义县政府为着要向学生囡仔宣导交通安全，特别甲公共电视合作，邀请儿童节目的翁仔入来甲学校，要用耍的方式来教交通安全的知识。过马路要小心车子，要看红绿灯。可以透过这一次交通安全的活动啊，让小朋友跟这些水果奶奶还有腰果的大偶一起玩乐，然后再开心的学习，能够得到一些交通安全的知识。埔子市大同国小表示，学校隔壁阁有一间国中，上下课的时间才会交通就会较乱。学校甲学校之间虽然会互相配合，也毋过囡仔嘛是爱有正确的观念。透过趣味的活动来教囡仔，互因的学习更较有印象。让孩子在生活之中都一起可以更重视交通安全的议题，然后也可以提醒我们的家长一起关心交通安全这样的重要性。透早的状况，囡仔要过马路嘛是有这些潜在的一寡危险啦吼，所以我嘛是尽量透过宣导、透过教育的方式，结合咱在地的警察局的一寡资源吼。咱希望这个交通会当慢慢整理到一个状态。嘉义县教育处指出，伫市区的学校除了北部接送以外，嘛有真侪补习班的车辆，复杂的交通状况，嘛互较早过路口停看听的观念，即嘛阁加一个想。透过公司儿童节目的宣导，希望伫囡仔细汉的时阵，就互因正确的观念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